作為全運會歷史上首個由粵港澳三地聯合舉辦並且實現跨境賽程嘅標誌性賽事，今次公路自行車賽全程231.8公里，橫跨珠海、香港、澳門三地城市道路。選手要6次通過三地口岸。比賽採用前置查驗加閉環管理嘅模式，邊檢人員喺出發點就進行咗出境查驗。參賽運動員橫跨粵港澳，完全無需停車，實現零延時、零等待、零接觸嘅無感通關。閉環管理呢，主要就是這個採用相關的跟蹤設備。保證賽事的人員在參賽的過程當中實現這個不停頓、零延時、零等待、零接觸的不停頓這個通關，確保了全程的無感過關，然後保證了賽事的一個精彩性、一個完整性。而家係喺香港文旅地標之一嘅主題樂園外面，今日呢度係15運會公路自行車男子個人賽嘅香港賽段折返點啊！呢個係全運會歷史上面首次，亦都係15運會唯一一個橫跨粵港澳三地嘅比賽項目。運動員呢會從珠海博物館出發，沿途會經過珠海漁女、澳門大橋、港珠澳大橋同埋我身後嘅主題樂園等等多個地標。比賽全程呢，運動員會經歷6次嘅無感通關，喺速度同激情當中感受大灣區嘅新面貌啊！今次亦都係第一次咁樣去跨境咁大規模咁樣去進行呢個嘅單車賽事，而我知道我自己有呢個機會去親身咁樣去鼓勵佢哋，我覺得今屆嘅氣氛係反而比較好喎，亦都有嗌出呢個口號：激情全運會，活力大灣區。最終，山東隊運動員劉志成以5小時17分05秒嘅成績首先衝刺，摘得公路自行車男子個人賽嘅金牌。粵港澳三地通過今場賽事，檢驗咗大灣區喺規則銜接同機制對接方面嘅成效，亦都為大灣區描繪出更美好嘅未來。三地的這個居民啊，在相互交流，民心融合，就進一步提高了一個高度，以粵港澳大旅遊目的地建設為基礎的這樣一種業務的多形態的發展呢，會迎來更好的機遇。我哋呢個目標都希望呢，我哋嘅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世界上呢其中一座呢，世界知名嘅灣區入邊呢，有好幸福嘅生活，亦都有好蓬勃嘅經濟。